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單好有趣嘅娛樂新聞，主角係網台 Black Box Office 創辦人混血肥仔，同埋佢網台其中一個女網紅丁丁嘅八卦事。今次件事簡直係曲折離奇。繼今年2月佢哋響黃金海岸食飯俾人發現之後，尋日就有網民響討論區入邊出 post，話說有個內地 YouTuber 喺越南街頭拍片，點知唔小心影到混血肥仔同丁丁一齊喺越南行街。影片中見到丁丁着住背心牛仔長裙，混血肥仔就着住運動 T 恤同牛仔褲，拎住一袋二袋，二人並肩行，氣氛係點就留翻俾大家自行判斷。其實本來都唔會有人留意後面行街嘅路人，但係咁啱個 YouTuber 忍唔住讚丁丁靚女，話佢有桃花眼，搞到連條片嘅女主持都回頭望咗2眼，大家先會留意到係佢哋。就好似猜中嘅螢火蟲一樣，咁鮮明，咁出眾。件事實在太多巧合，真係好離奇嘅。呢件事引起網民激烈討論。本身兩個一齊行街都唔係一件好大嘅事。但係事緣係混血肥仔同丁丁響第一次俾人發現嘅時候係有老婆嘅，而佢太太千惠子唔單止冇幫老公護航，仲喺 IG 限時動態出句句有骨嘅貼文，暗藏玄機。之後搞到混血肥仔即刻出聲明，話佢同太太早喺舊年已經簽咗分居協議書，仲話自己有試過同其他女仔了解，但最終冇發展成親密關係。千惠子就唔係咁話，佢爆料話混血肥仔舊年10月親口承認婚內出軌，仲話從未收到過離婚呈請。當時風波真係火藥味濃，最後搞到飯局嘅男女主角都一齊話要暫別幕前。講翻今次事件嘅後續就係，混血肥仔見勢色唔對，即刻喺 IG 回應話上個禮拜同幾個朋友去越南玩咗幾日啫，我而家已經翻咗英國，點知咁都俾人影到，真係笑死。佢仲轉發咗朋友嘅限時動態，就咁影住間餐廳，話一齊喺越南食蛋咖啡，似係想證明佢哋唔係單獨出遊，係同大班朋友一齊去。但係網民好明顯唔收貨，一面倒咁樣話，如果係一班人去嘅話，點樣都有啲合照，而唔係幫人解話嘅時候，連一張同2位事主合照嘅相都冇，求其出個 post 就咁就當係解釋咗。事件發生成咁，其實都好難回應，可能就以現代人一貫作風冷處理，再潛水多一排就當冇事嘅。呢單八卦真係曲折離奇，究竟混血肥仔同丁丁係咪真係同一班同事一齊去公幹，定係大家係覺得有其他嘢？留言話我知你嘅諗法啦。我哋係時事菠蘿雞，如果你中意我哋呢一條片，就幫手 like